是一个业务员，在吉隆坡上班，然后在大概我2007年尾的时候，在一次的五一的逛街里头呢，我就跑到Lot 10 3楼的 Yogini Mystery， 我们 Kechara House 的其中一个 outlet。那在里头呢，恰巧的我又遇上了苏珊。苏珊是一位Kechara 的一个staff。那就大家一见如故，那就聊起来。那本身除了作为一个业务员之外，那我也喜欢一些艺术的东西。那里头呢，这个 outlet 就是卖一些佛像，然后还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就是苏珊。那我们常就是我会下了班，都觉得疲惫了、累了，精神上需要一些放松。那我无意的我就会想到，哦，我想跑去这个 outlet， 那跑苏珊去跟苏珊聊聊天，然后当中也苏珊给我很多一些佛法的一些说明啦，让我了解说为什么 Kechara House 会开始卖佛像，到底它的意义是在哪里？那他当中呢，他也跟我讲说 Kechara House 不只是做这一方面的东西啊，比如说他有一些佛法的一些法会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活动啊，比如说他有妙音工作坊，当中呢我也去参与了金甲医护法的一个法会，跟黄财神的一个法会。这在这一个生活期间呢，我觉得说我的生活上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我心情上的一个稍微的转变。那我觉得，它不只给我说一个思绪上的整理比较平静之外，心情比较平复，还有在我的工作上，虽然说我很忙，可是忙到来一切都很顺心，然后很自然的，没有多大的问题会在我周围发生。这是当我看到说大家可能生意业务上面有很大挑战的时候，基本上我觉得我个人的手头上的那一些业绩都还蛮平顺的。Kechara 妙音工作坊呢，本身是Kechara 的一个为了传达藏传佛教的一个在美学艺术方面的一个讯息哈，结合艺术跟佛法的一个部门哈。那它里头就是有绘画一些佛像啊，那也或者说做一些有人在提供做一些真跑啦，那或者说一些卷经啦，跟做一些供养佛像的一些贡品啦，比如说串珠之类的。那我本身呢，这刚好是我的喜好嘛。那我在里头呢，我通常就是我会帮忙做一些少许那些串珠啦。那我也蛮同时怎么讲呢？所谓的enjoy， 然后卷经啦，或者是那边认识一些佛法的同修，然后也从他们的身上学到一些佛法上的一些知识啊什么的。记得今年2010年的那个金甲医护法的大法会哈，在中华大会堂那边举行。记得我在这个法会的前夕哦，我们就到那个Rinpoche 的 Ladrang 去帮忙整理一些法会上需要的一些贡品或什么的。然后那个晚上，苏命就是Ladrang的协调员呢，突然间把一份小礼物呢，就从Rinpoche 那边传过来给我，跟我讲说，这是Rinpoche要给我的一个宋卡帕的一个佛坠子，这是他特许加持过和希望说他给我一个化解危机跟保护。那同时呢，他也附属了一些其他的那个一些良语那样子，对我个人的成长的一些话。他跟我讲，比如说，他那个坠子是给我保护跟安全。除此之外，上司也跟我交代说，叫我以一个更开放的心胸去学习、去接收，或者是去给予
关怀跟爱。那试过之后，在3月份正好有一个假末，我就跟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到霹雳州去2天1夜的一个游走。那隔天礼拜天3月7号，我们就打算从霹雳州再回来吉隆坡。记得当天下午2点多的时候是天气非常酷热的，那我本身也很累。那我从霹雳州开车大概不到1个小时多，本身我其实觉得睡意很浓。那我朋友本身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那我就跟他说你先休息一下吧。那我们大概到了安顺以后，我们再对调，那你来开车，我来休息。那我这个朋友就很放心啊，他就开始就入睡。那我本身就其实已经知道说自己睡意很浓，那我就在念我自己啦，跟自己讲说不可以睡，不可以睡。那我不懂为什么，当我有这个念头，我想说找一个比较有遮阴的地方停下车来休息个半个小时再来开车。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当这个念头一想完哦，其实我整个人那个时候就是整个身体就已经是 shut down 了。然后当我下来一刹那，我一开眼睛的时候，完蛋了！那时我的车子就是已经偏离我的自己的车道，往我的左边以大概是80度90的速度这样子来，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公共巴士站就在我迈向它，我当时就在想说完蛋了，那我这样子我就喊了我朋友说我就喊你要醒来了，就喊他名字说你要醒来了。当时我们在心里头就想说 ，Oh shit， 我就没办法了。那时候我就开了车嘛，那我就把我的车子就是尽可能的闪离那一个巴士站。可是没办法的，我这部 MyV 还是撞向那个巴士的其中一个柱子。那之后的刚好它巴士站后面就是一个下斜坡的一个大沟渠。好，那我就是撞完那个巴士站，然后呢往那个斜坡滑下去360度的一个大转，然后呢整个4个轮子在朝那个大沟渠里头撞下去。后来我发现整个大车镜全部破完，侧面的跟后车的大车镜全部都破完。那之后的话，我就是所有车子里头我所载的东西跟一些所放的东西都被抛出车子外头，包括我身上所带的，当时带住那个宋卡巴仁波切送我的那个佛坠子，都链还在，可是坠子本身也飞掉了，因为这条直路上都是一户一户的马来村家，那这些农村的朋友都跑出来，当时就马上跑出来帮我们了，帮我们问我们有没有问题啊，帮我们处理我们车子里面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跟乱七八糟的我们当时整身的那个臭水沟的那一些污秽的东西。那很奇妙的是，在这个过程里头，其实，在发生这个危机的那一刹那，其实我并不会记得去念诵所谓的金甲衣护法的行咒，或者任何的一个佛菩萨的行咒。我觉得那一个时候的那一刹那就是发慌。然后我觉得我也自己本身很庆幸，我只受一些跟我朋友受皮外伤。那我觉得很神奇啊，因为之后隔天我所看到我的车子，几乎如果当我再看回去的话，我会觉得说，换的是别人的话，在这样一场车祸里头，我想说肯定是完蛋的。我很难相信说我自己，在那一刻，仅能的就是说受到那一点的皮外伤，然后冥冥中，我觉得护法在保护着我跟我的朋友。我觉得生命有些时候，在我那一刹那，我学会到，就是生命其实很无常啊。那很多东西不是说，当你想说还有时间可以拖就去拖啊。那比如说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如果对某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我该去做的时候，我就要马上去做，我不应该拖。这是在我这一场车祸里头我所领会到的。我觉得很多事情不能说，比如说一个达玛的一个学习，佛法的一个学习，因为人没有多少个5年，或者是30年或20年，因为时光很快的就走。那我觉得达玛是平时就要去学习的。我觉得在这次意外里头，如果不是平常有去做达玛，或者是说去做一些义工的一些东西的话，我想我没有那一个merit 可以今天坐在这里跟你说这个故事。所以当我看到我朋友他们，比如说有机会，亲近到比如说一些佛法或者是其他的宗教的话，我都会鼓励他们。我就跟他们说，应该去做，去学，然后去多做一些功德的，因为人没有多少个今天，可能明天我们就走了。